吼，就走去迄个台湾大学的校园内底，迄校园内底有一个湖，足水的，或者水外湖啦。我就想哦，去遐吼放迄个仙女棒啊，都迄烟火机啦。我咧放的时阵哦，你会看到迄湖顶吼，有一只鹅，迄只鹅一直掠一块细角的棒啊啦！我一看，哎呦，迄细角的棒啊，毋是棒啊啦，是笋哥的面啦！哎呦，干咩哦，死囡仔体干咩叫做油样啦？干咩油？啊，迄只鹅吼。啊！迄只鹅都误会啦，因为伊汤的刚刚，你知道，伊咧游的时阵咯，哎呦，迄只鹅就是看到，想到暗河边哦，阵就佮走起来啊，你知无？迄鹅吼，就一直甲掠，你知？顺哥足惊吓，行我头前的时阵，看到我咧耍那个仙女棒啦，烟火机，顺哥讲，哎呦！就抢两支去啊！迄只鹅吼，看毋是细，你知？想讲安尼袂使，迄只鹅佮走转去，佮叫两只鹅来啦，佮来两只鸭啦，鹅拢来啦！顺哥一直走，这哦就俗语讲诶，以鹅传鹅，以鸭传鸭。